中秋节时间烘肉，这嘛互猪肉介绍1公斤的大尾价哦，又搁起到上百块。饲猪协会是强调讲，最近哦，因为有真侪猪仔破病，所以死真侪。介绍是反映产量哦，因绝对无乌白化价。这开中秋，民众烘肉季节，肉品的需求量增加，猪肉的价上嘛搁再起价。事实上，5日节期间，猪肉1公斤破100，后来因为大水雨地灾、猪仔肥育的因素，起个大约105。9月中，猪肉价回稳，涨到95块，即马搁起到将近100块。百元的猪价大概赚钱了3成吧，起100只猪。你4、5就只起啊，只起个4，一本钱100多块啊，死个少会赚钱啊，百元正常啊。饲猪协会强调，因为猪仔囝的内耳边落屎即寡病痛影响，即使猪仔的育成率无好，100块的猪肉价其实合情合理，并不是乌白化价。另外，亲像饲猪的本钱一直起，嘛会影响到猪肉价。进口的原料比较昂贵的时候，那我们如果要拿本土的原料，或是我要取代哪一个原料，那我们在体外实验先做完以后，调整就可以知道说，如果我这样子喂完以后，消化率又比较好，效果比较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拿去替代原来的饲料，这样可以把成本降下来。学者建议用换饲料这款科技化饲猪的方式来降低成本的做法，互猪农参考。若饲猪协会强调讲，病痛影响育成率的问题，一条猪农头壳摸烧，希望产官学界会当做伙合作，找到解决的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